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今仔日本土确诊来到2300外人，咱看到本土500人3天变1000了后5天变2000，咱就要按算讲未来2-3个月，咱拢着面对这个状况。咱的节目一直在讲，准定会出现一条确诊数字称悬，再过来降低的曲线。但咱面对的步数，主要是替囡仔人、老大人，也未做矫正的人注意风险。过来是轻症、重症分流。即马轻症要居家照护，咱嘛有线顶看医生，摕药的措施来配搭。看国外的经验，防疫措施放零，确诊人数随增加，这是各国拢同款的发展。咱即马全民动员咧面对疫情上路尾路途，对抗病毒战略甲战术，咱同齐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小儿科诊所执业医师林应仁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仁济医中院长李玲婷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王明元常务理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的确诊是2300外人，这又搁是一个新纪录。嘛，搁今仔日有公布一个就医指引。咱真遗憾，有幼稚囡仔因为重症来过往吼。即马咱有一个幼稚的条款，就是讲囡仔人若是紧急就医，会当家己前往吼。咱即马真关心的疫苗的问题 ，BNT 可能买会到，但是中部长讲即马签约已经到最后的阶段。根据美国的研究数字来显现吼，囡仔人得到病毒吼，若是住院的比率，无注疫苗是有注疫苗的2倍哦。过来，咱即马全台湾吼，轻症拢要开始居家照吼，药送到你的厝吼，这有完是个量能的问题。咱知影偏乡吼有参加药局本地就较少吼，这嘛是一个考验。过来，咱2天前有讲吼，中国上海讲要伫4月20号，就是即天要达成这个社会面的清零吼，总是因干那2个区域有达成这个目标啦。咱会当来探讨吼，即马面对这个病毒，安怎款的上路较在理吼？大先，咱先来看就医指引，但是中部长安怎讲？新北市2岁较诊的查甫囡仔，为厝内人通报1922，一直到送去病院用约2点钟的时间，病情恶化了真紧，治疗6天了后，还是不幸过往。指挥中心19拜2修正指引，确诊居家照护的个案，若是拄着紧急的情形，虽然是以救护车为主，不过行路家己驶车，或者是做伙大的亲戚朋友在嘛用的。不过紧急就医的定义，甲儿童个案敢有配套的措施，指挥中心表示要搁来讨论。整体的在儿童的这一部分，我们还等下午我们的专家大家讨论过之后，然后才来定案。这是多重选择吧将来会开放多重选择。疫情当地的管价。食药署17礼拜已经通过莫德纳用伫6岁至11岁囡仔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20拜3卫福部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会讨论敢要互囡仔注射，还佫有开始做的时间。若 BNT 儿童疫苗，指挥中心讲当地的季节还未签约。医师分析，这2种虽然同款拢是 mRNA 疫苗。不过做的量无同，反应嘛也无同款。我们台湾并没有儿童的疫情，只是散发性的个案，所以我们一定必须参考国外的资料。那所谓的利跟弊，就是你如果不打疫苗的时候，你的重症跟死亡率你预估是多少？那你如果打疫苗的时候，重症跟死亡率预估是多少？那它的打疫苗的风险是怎么样子？它的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怎么样子？整体去考虑。医师讲，即马疫情豆豆咧压悬，病例数累积超过10万，甚至是100万，拢是有可能的。目前的目标应该是放伫互病例数增加了较慢的，维持医疗体系量能。若全面嘛要继续来提高疫苗的注射率，才有可能互抗疫隔离的时间缩短，豆豆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先来看就医指引吼。今仔日开始，居家照护、居家隔离，也是居家检疫的人，这个就医的交通方式拢有放零吼。主要若是紧急就医，有一个用119的救护车为主的这个原则。另外，配搭的方式有防疫车队啦，也是讲当大的人来接送，也是讲家己前往吼，这拢是配合的措施。若是毋是紧急就医，也是去采检吼，都是用防疫车队为主啦。另外，若是你去检查，也是讲
即个去看医生，要登去处理来隔离吼，就是根据即个卫生局的规划吼，用防疫车队啦，也是亲友接送，也是讲家己登去处理遮的方式，咱来请教林医师吼。昨咱讲到讲，即摆面对即个疫情吼，有完侪侪代志需要咱即个司教师担当啦。即摆有即个就医的措施吼，林医师感觉即款的即个措施，未来敢有可能佫需要佫有一个春秋的空间呢？其实咱若要讲要佫较放松哦，就是咧看咱较早过去流感咧流行的阵，咱咧安尼做。流行咧流行的阵。咱嘛是安尼咧，世界拍照嘛，无咧讲管甲较严。你要就医，你就计程车坐，还是家己塞车去就去啊。是。今仔日会出即个政策，就是因为迄天有一个囡仔2岁过身去嘛。所以咱袂当讲，因为伊有破病，因为伊得迄个武汉肺炎，就讲叫伊关到厝里，就袂使出来，安尼就毋好啦吼。是。有当时你病的严重性已经比武汉肺炎更较严重啊！你才会当讲，干那为着讲迄个，干那咧看武汉肺炎，讲要甲隔离，讲叫伊袂使出来，佮他等。所以是安怎讲话出即个政策，这是改良的嘛？进前无即个政策嘛？是。即个改良是对的啊！你今仔日囡仔伫厝里底隔离迄阵，伊已经发生啥问题啊？有当时淡病啊，受迄个发烧甲足悬啊！甚至伊第2天迄阵已经敢若昏迷不起啊！是，因老母敲电话互119迄阵，伊已经是昏迷不起的款啊！伊感觉迄个囡仔呐，拢安尼无来，拢安尼困，迄就是已经动静啊嘛！是无医生无伊甲看嘛，毋知影讲伊遐严重嘛！所以才会发生即个代志嘛！所以即个咧检讨即摆检讨了，咱即摆有一个改良的即个政策，这是对的啊！是哦，佮讲吼，我是感觉啦。你即摆武汉肺炎已经到一个奥密克戎的时代啊！奥密克戎感染者其实大部分嘛拢轻症。其实你若讲真正囡仔伫迄个厝里底隔离迄阵，真正有严重，本来就爱赶紧就医啊嘛。是。你就医，讲实在，你若讲家己塞车上紧啊！塞车是安怎？你厝里的人本来就拢还没带做伙啊嘛，你塞车就已经对厝里就拢做伙啊，佮塞车嘛做伙嘛无啥物代志啊。是。你若讲外人。一个，比如讲，伊毋是含即厝做伙人，一个外人要甲即个囡仔载去，伊有一个办法，就是讲，伊家己爱保护好，喙要爱挂好，车的窗仔门爱开开，通风，伊就较袂去染病。佮讲即个司机上好吼，有注3剂疫苗，安尼就较安全啦。其实我讲实，今仔我若讲一个少年人，佮注3剂疫苗啊，我做一个司机，我听好甲载，我嘛毋惊，我会得病啊。是。佮讲你窗仔门佮开开，伊坐伫后座，伫后座伊咧驶中间，伊个病毒就拢散开啊，根本也无容易传染到伊啦。佮讲伊也挂喙炎，你也挂喙炎，感染的机会佮愈少。这就是防疫车队是安怎会做这个代，就是防疫车队嘛是安尼咧做的啊。伊嘛是安尼家己保护好，囡仔嘛，迄个咧载的人嘛是爱有喙炎爱挂咧，爱保护好，安尼就较无代志。你窗仔门尽量是开开的。安尼就较袂传染。是。即个伫迄个厝里隔离的人，确实是有那会着，毋是讲一定着武汉肺炎啦，有当时会着逐种的病都有可能啊。你逐种病发生迄阵，你嘛是爱甲处理啊，嘛爱甲看病，无你着有当时伊毋是死伫武汉肺炎，是死伫其他的病伫的嘛。是。所以病院嘛是爱准备即个啦，但是我是感觉即个万一若是讲去买诊所吼，即个较困难，因为诊所的保护较袂遐好啦吼，伊迄个空间较小吼，所以一般来要送是尽量送病院，病院因为伊有一个一般即摆病院的设计拢伫迄个室外，伊伫室外伫处理即个病，伊毋是伫室内咧处理即个病，因为你是感染者嘛，你若毋是讲足严重，伊伫室外咧处理即个病，迄个空间真阔，所以较袂有传染着。佮讲病院的人咧要处理即个病，普通的拢全身躯的武装拢穿好势，所以伊敢甲处理即个病啦，较无啥问题。我想即个政策是对的啦，因为即个2岁的囡仔发生即个问题，咱今仔日有改变即个政策，这是应该咱甲肯定，甲政府爱肯定啦吼。我就将来应该是毋是会当搁放较松的，甚至讲像迄个英国啦、欧洲安尼，你有病就有病，你有病你嘛是照常正常生活。你若感觉你无爽快，你住厝休困。
啊，你若感觉你也会使，你甚至去工作、去上课，拢无要紧啊。哦，那到迄个时代，大家较会较自由啦吼。啊，当然，大家搁活伫即个恐怖的时代内面，因为过去武汉肺炎开始是台湾有咱死袂少人吼。即摆是800外吼。对啦，有咱安尼算足济啊啦，伫台湾来讲，大家足惊的嘛吼。啊，但是即摆时代无啊，你看，对即个1月到即摆是Omicron的时代，咱目前到即摆死几个人尔嘛，毋是像较早死的较济啊。所以咱应该即个观念小可有哪改一点嘛，毋通甲一直咧恐怖甲呢，甲着讲即个武汉肺炎着即个病哪想要着什物大病，讲袂使一直拢袂使出门，一直甲关条，袂使互伊出门，惊伊传染着别人，已经毋是迄个时阵啊。大家有当时观念爱小可改一下啦。是，过来咱来请教李院长吼。咱知影即摆世界上吼，毋若干啊，即个武汉肺炎即款病啦，咱伫隔离的期间可能会有别种的病症，有别种的症头吼。拄则林医师嘛有讲到，那即款状况共款需要去病院啊。咱即摆有即个政策吼，李院长较早是捌做过副市长吼，伫即个政策讨论的即个空间吼，咱通常会注意什么款的状况来做即个政策的调整？第一是讲看即个传染性有偌严重，啊，第二是看即个严重性是有偌严重啦吼。一开始咱看即个武汉肺炎的迄个传染性，差不多将近9%至10%拢，9成至10成拢是会传染嘛吼。发病有镜头的，差不多说8、9成拢有镜头嘛。是。啊，即马毋是啊，即马1000个互传染的，看起来才敢若3、4个有重症甲迄个中症嘛吼。是。轻症甲无镜头差不多占拢大多数。啊，这甲咱的流行性感冒其实也差不多是安尼。安尼拄啊，林理事长有讲过，啊，你流行性感冒都无遮尔严重，你甲处理的时候那。即马这只病毒都安尼个处理，安得有点怪怪的嘛吼。啊，所以我是感觉，阮真支持这个政策啦，爱慢慢放松去啊，唔好一直甲当小可有传染，就要甲隔离；小可有迄个，就要甲隔离安尼，这是有较过头淡薄啊。是，咱讲到过往的迄个囡仔实在是真危险啦。是啊。不过咱看到伊的这个镜头吼，伫国外来看嘛，足罕伫看到的，就是讲这个病毒连米都分袂啊，1、2天就救袂转来吼。咱安怎来较注意这个囡仔的状况吼，就是卖避免吼即款的状况来发生。对，这2年外来吼，咱所看到的迄个论文啊，发表论文内底看到，不管美国好，还是讲韩国、日本也好，囡仔得到的这个机会是无济。哦。啊，严重甲会变安尼嘛是无济。是。啊，所以这个 case 我是感觉讲。互咱的教训就是有当时啊，毋好干那头壳想到即个 COVID-19， 可能有当时爱想到还佫有别项无啊，所以囡仔感觉普通时啊有咧发烧，啊是有镜头，甚至感觉精神怪怪，都爱马上去就医啊，毋好佫再等啊，啊，当然啦，即摆卫生所、卫生局即摆当咧无用的时阵，有当时你拍电话袂通，192就免讲啊，迄。才逐工都接袂完，啊，所以有当时你拍袂通，你毋好讲你等来拍通才要迄落，毋好。就像拄仔即摆咧甲伊讲，你拍119，啊来讲清楚，讲即摆是啥物情形，所以希望你来遮甲阮接的时阵，会当搁做一个较进一步防备，安尼就较无这危险性。是，观众朋友，今仔日的这个指引内底嘛有讲到，若是紧急的状况吼，细汉囡仔、幼囡仔，若有紧急的状况，会当家己去哦，大家爱会记哩。过来，今仔日公布的这个措施内底吼，嘛有讲到讲，即马送食食啊、送药啊，会当进入社区，若是有管理人员会当由这个管理人员囥伫你的这个门骹口啦。咱来请教王理事吼，即马伫这个药师送药啊，这个实物内底吼，敢有啥物款的困难，还是讲你感觉有啥物款会当建议咱这个指挥中心的？好，阮即马吼，今仔日有拄着几个问题吼，就是伫咧实务上的问题。阮发现讲吼，病人留的电话吼，也是住址吼，是毋对的。哦。因为大部分的病院吼，pass互阮的讯息，
一个资料吼，有时阵是病人较久以前的资料，可能第一摆去看病的资料。啊，毋过伊即马可能伊住的所在，伊的电话拢已经有变啦。对，所以今仔日伫咧送药中有发生一寡问题。对，那基础呢，就是讲，阮今仔日药师伫咧送药的即个时间吼，可能阮嘛希望讲民众会使甲药师约定一个吼，双方阮拢会使的时间。当配合的时间。对，因为有时阵确实是药局吼，会无用甲药师可能会较辛苦淡薄啊。是。对。是。即摆法规来讲，送药一定爱药师亲身送，敢是安尼？对，无毋对。对，一定爱药师，所以即摆啊，毋管是中央还是像阮台北市政府吼，像台北市政府来讲吼，有配合咱台北市药师公会，嘛是做安尼全部的送药啊到厝内底一个服务吼。那阮服务的对象吼是针对讲，你今仔日是伫厝内底隔离，还是讲你是为国外转来吼检疫的民众，阮拢会帮你送你的处方药啊，吼，也是讲你手头目前你有处方，啊，毋过你无亲戚朋友帮你摕，吼，啊，你会使敲电话吼，互卫生局，啊，毋过咱拄则专家嘛有讲嘛，卫生局电话嘛是足歹敲、足歹 call in 的，所以吼，你嘛会使联络咱台北市药师公会，吼，可能即支电话会较好敲啦，吼，你若有送药的即个需求的话，吼，你就会使敲互咱。啊，咱会甲你讲，你会使联络倒一个药局，吼，啊，甲药师联络讲，啥物时间去帮你送安尼的药单。零来讲，即马敢有拄着问题？目前是无，吼，阮讲今仔日到即马上新的一个数字，吼，阮今仔日是接到3件尔。嘿，啊，伊昨暝咱听到的新北市，吼，伊的隔离的人数是16000多人，啊，毋过实际上。有需要送药啊到别人兜的，只有30几件。对，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是会使。医院是够压的对。对，有够对。啊，毋过阮工会嘛是就希望讲吼，有搁较侪药师会使来加入送药啊的服务，因为未来也是讲一天啊，阮本土的病人也是超过几落万。迄时阵阮就毋敢。就是阮嘛会感觉讲，这是一个足挑战的一个工课。是。观众朋友，咱即摆真正是全民拢爱来面对吼。咱即摆来看这个儿童疫苗的问题，即摆就是 Moderna 甲 BNT 两种的预防针，可能拢买会到吼。咱来看 Moderna 甲 BNT 这两种疫苗吼。Moderna 是注6岁到11岁 ，BNT 是会当注5岁到11岁吼，若是注 Moderna， 伊的这个量吼是成人的一半 ，BNT 成人的1/3吼。啊，这两种疫苗咱看到，伫欧盟、英国、澳洲、加拿大拢有得到核准。另外，伫 BNT 是美国、日本、南韩有得到核准。不过，搁爱甲观众朋友讲一摆吼，这个得到核准，甲因要使用啥物款的疫苗吼，这毋是共款的机构来决定的。咱注 Moderna 较接看的这个副作用是注射的位会痛，还是讲人会先头痛、发烧，这个副作用吼，甲成人啊有较像啊。若是 BNT 吼，较接看到的副作用是发烧啦、赤吐啦、少数会有这个心肌炎的这个问题吼。咱来请教林医师，咱即摆可能这两种疫苗拢有法度去治疗，不过。咱知影注疫苗有副作用，嘛是共款有风险吼。针对这个幼稚的囡仔注疫苗的问题，林医师你安怎看咧？我就最近大家咧烦恼一件代志，就讲即马要注这个莫德纳，莫德纳这个量，咱即马量是一半的量啦，大人一半的量。是。你敢知 BNT 是注偌济？1/3的量。是。有人就讲好。较早莫德纳是毋是咧大魔王，注咧到咧卡车弄着、火车弄着，安尼足严重，安尼足副作用足重的，什物倒一两工较起会较爬起来。是。其实即摆已经是注一半，理论上注一半来讲咧，副作用会较轻啦。是。当然有人讲，人是安怎你要注莫德纳，当足侪人拢注 BNT， 是安怎你要叫阮台湾注莫德纳，你是毋是咧甲台湾囡仔咧做试验品？
唔是啦，我讲实在 ，BNT 是安怎 ？BNT 较早做囡仔的实验，所以伊较早摕到药证，较早就有迄个足侪国家咧做，是安尼来嘛。啊，莫德纳是因为较慢嘛，伊就较慢做囡仔的实验，啊，即摆已经做出来，理论上伊既然都有做出来，咱就爱甲承认，毋免讲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讲这是毋是伤强安怎？你这个量吼，毋是讲囡仔偌济量就安尼，咱有当时咧食药啊，会看囡仔大人吼。譬如说大人食一粒，囡仔可能食2分之、3分之，甚至4分之、5分之、6分之都有可能。是。但是疫苗毋是安尼咧算的啦。哦。我举一个例，互你参考一下。你敢知咱咧做流行感冒疫苗，6个月以上的囡仔，甲大人做的拢共款量，你敢知影？哦。拢一剂共款量。是。完全共款。所以毋是讲。愈细汉的囡仔，咱想讲我咧煮较大人共款的量，就是一定发生啥物问题，就会副作用。你爱看实验啦。啊，伊做这个实验是用2分之的量去做，啊，做起来都安全啊，也无啥物大问题。啊，咱就爱看这个证据，毋通干咧看讲啊，这是安怎囡仔安怎，大家话拢有通讲啦。啊，所以我想是莫德纳其实吼，讲实莫德纳若讲你做囡仔做莫德纳，效果会比做 BNT 较好。BNT 做出来的效果呢，其实无讲介好啦。是。伊黏伊就迄个抗体黏伊就降落来啊嘛，无讲介好。啊，莫德纳我相信伊的量虽然一半，伊一半来讲伊是讲实在伊的一半的量哦，比 BNT 是较大较强，无毋对。是。但是我相信伊做2剂了，伊的效果会比 BNT 较好，因为伊对迄个治疗的效果吼是。你看大人嘛是安尼啊，大人做莫德纳嘛是比 BNT 较强较好啊。哦。啊，当然副作用是毋是较大一点啊？有可能啦。是。但是我想是有限啦，因为目前做出来已经做5、6千人的囡仔咧做的，效果嘛袂歹啊。副作用其实也无甲大人差不偌济啦吼。哦。啊，当然是毋是会引起心脏的发炎？目前伊做迄个5、6千人是无看的啦。是。啊，但是你知影心脏的发炎是机会足少的，有当时。规10万人口1、2个尔咧，啊，所以你敢若做5、6千，有当时看也袂出来，讲是毋是会发生心脏的发炎的问题。哦。啊，但是我想，因为有限啦，因为咱量已经减少啊嘛，吼。是。啊，佮讲吼，一般5岁到11岁囡仔，甲12岁到18岁囡仔，佮无共款。对。12岁到18岁囡仔，伊的免疫力较强，所以有当时你看咱咧做子宫颈癌癌症迄个疫苗，哦，有当时伫12岁来做2剂就会使啊。但是搁较悬的囡仔，搁较大汉的囡仔，可能来做3剂。是。所以是无啥共款啊。所以5岁到11岁，伊的免疫力较无遐强，理论上伊引起心脏发炎的机会也较少啦，哦，也较无遐厉害啦。是。啊，但是有的人就嘛是要烦恼讲，啊囡仔就病着囡仔，啊是安怎？囡仔普通得病嘛较轻，是安怎？你要甲注射，这个在你啊，这个父母会当决定啦。希望讲你若囡仔，你本身就有一寡肺病，有足侪囡仔嘛有肺病哦，血骨少的人啦，本身有肺病、慢性肺病啦，还是讲心脏病的人啦，还是本身免疫力较弱的人，我想你还是做较好啦，效果有那对你有帮忙。啊，你若真正正常的人，你就家己小判断一下嘛，吼。是。但是伫美国来讲，美国嘛是差不多囡仔来讲，伊嘛是差不多1/3的囡仔有做尔，毋是讲大人拢做啦嘛无啊。哦。因为父母爱决定啊。是。其实囡仔要做毋做是父母去决定，毋是囡仔去决定，囡仔无法度决定啊，伊也无行为能力啊。对吼。哎，所以老爸老母你会当参考嘛，反正即个政府一定会甲好甲歹拢写伫迄说明书内面。啊！你家己看讲，照这个说明书看看，你若同意你才做，政府也袂强迫你做啊，所以你毋免伤烦恼啦。哪想讲无做袂使安尼共款，就一定爱做安尼，袂啦，政府袂强迫你做啦。吼，你家己判断一下啊。但是疫苗来讲，若真正这个囡仔会当做，对这个群体的免疫来讲是较好啦。吼，因为毕竟咱台湾的第1剂、第2剂、第3剂这量哦，也无讲介悬啦。吼，今仔若搁较悬的吼。我嘛在感觉讲，是毋是早甲开放伊？啊，开放一定是加减有一寡人会动情死亡，但是
无法度讲完全拢无啦。你想看觅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发生啊，肠病毒嘛是安尼咧发生。啊，你流行感冒咧流行迄阵，肠病毒咧流行迄阵，你敢有因为关规个社会拢免叮当啊？敢有讲大家拢停课，大家拢莫上班，拢待伫厝里就好，嘛无安尼啊。好，咱即摆咧评选应该要注倒一支疫苗吼，Moderna 还是 BNT， 要互囡仔注倒一支咧？才会报道，咱先来看。虽然外口当地落沙沙巴雨，爸爸机几下家长要是去疾管署抗拒囡仔注疫苗的政策，政府动作伤过混沌。因为国内已经连续几啊天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搁传出一个2岁囡仔去卫着了后，要是救无转来，还搁一个打肚脐查甫婴仔，嘛因为确诊住院。希望能够在这个打疫苗的时候啊，能够有更清楚的资讯，可不可以比照成人模式啊，多几种疫苗供我们家长来选择。食药署顶日核准6岁至11岁囡仔注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会当注半档的量，也就是52克的莫德纳疫苗。20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家长加减会烦恼副作用的问题。针对这点，有专家就提出外国的临床数据来做说明。辉瑞因为用了嘛，它只有10 microgram， 所以呢，用了之后看起来那个效果就是预防感染的效果快速下降。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一个原始株的疫苗，然后现在用来预防 Omicron， 当然它是非常的，它的抗原性差太多嘛。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它的这个安全性跟这个副作用，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哦。那他们也都建议这个欧盟的最后的决议在考量这些利弊之间的关系，都建议要打这样的一个6到11岁的儿童。为后面澳洲等等30几个国家临床的资料显示，比较12岁至18岁青少年，囡仔注莫德纳疫苗了后出现心肌炎、心包膜炎等等的风险是明显较低。国内医生嘛提醒家长，囡仔注疫苗了后，若是连续3天烧袂退、喘气困难、人痠抖抖，就要伫24点钟内赶紧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好，咱来请教李院长吼，咱拄则伫开讲的时阵有讲到讲，咱这支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吼，甲别种的疫苗无啥共款的，因为咱知影囡仔人出世吼，都会注济疫苗，迄款疫苗是注落都袂着迄款病。啊，咱即摆不管倒一支的武汉肺炎的疫苗吼，注落有源是会确诊嘛。啊，李医师咱甲咱分析一下，就是囡仔注疫苗有风险。而且佫有可能有源会确诊吼，安怎来选择？拄啊，迄个台迄个李明教授，是小儿科李明教授有讲足清楚的，就是讲你要注这个疫苗，要先看到讲这个病若无注，甲有注，迄个严重性有差偌济。如果你像即马吼，咱讲1000个，可能才3个啊。4个有即个较重症、较重症，甚至于死亡的人愈少。即种的情形之下，你若假使你都无做，这自然内底一年，这囡仔会往生活几个重症。你若有做，这囡仔发生死亡这个危险性偌济，用咧比较看，安怎你选择你到底要做毋做。所以李教授嘛讲足清楚，伊嘛无讲。强迫讲大家一定要做，所以我嘛真赞成讲，请小儿科医师甲咱的家长吼，互相来参详一下，讨论讲安尼做迄个需要性偌济，安尼决定可能较好。是，若是讲一个真实际的问题吼，就是讲，若注疫苗有一个风险啦，咱来请教林医师吼。注疫苗有这个副作用吼，那副作用敢有可能会发展做较重的病症，来致使可能死亡啊，还是真严重的病症？注疫苗吼，会引起什么副作用吼？其实真歹讲啦吼。是，你知影咱卫生署内面，伫迄个 CDC 就是迄个 CDC 内面吼，有一个委员会，就是咧讲。你若万一注这个疫苗发生啥问题，伊要甲你补偿的委员会，是安尼发生这个，是安尼要设这个委员会，就是不管什么疫苗，都有人注了发生什么问题，这比率的问题，
机会的问题嘛。是。啊，其实这机会是足少的，啊，但是真正有哪会发生啦？譬如讲，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代志，你知影流行感冒疫苗，资料有会引起，这个叫做基伦伯瑞，就是 GBS 哈，这是一种神经的发炎的代志。输入了人有可能真正拢麻痹去安尼共款，啊引起这什么脑炎共款，迄类的嘛有啊。是。啊，但迄比如足少。咱是毋是为着讲，因为伊会发生会发生这个动静啊，比如注疫苗会发生这个问题啊，咱就卖做，毋是安尼讲啊。哦。所以咱有当时注疫苗，确实是有一寡人会发生这个副作用是无毋对。是。但是这个机会若讲足少的，咱嘛是爱接受啊。是。就咱想讲，我有来是咧，比如讲，啊，你开车高速公路，你敢毋当100%讲你拢安全？哦。但是你嘛是咧驶啊。是。啊，咱尽量注意。有当时是真正无法度，啊，咱国家甲补偿。哦。啊，但这机会讲实在是真少。你想看觅，心脏发炎的嘛是接有当时100万分之几，啊是10万分之几，嘛足少的啊。哦。哦。啊，但是有可能发生，咱嘛袂当讲100%讲你一定袂发生嘛。是。啊，所以这疫苗，我是不是安尼？政府的考量，伊就是讲，我尽量对大多数的人有利。会互足大多数的人发生好处，伊就会做。哦，伊袂讲伊考虑讲完全100%完全无副作用，伊较要做这个政策，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什么政策都共款。哦，但是你爱想讲，佮反倒倒来讲，啊，遐人若拢无做发生问题，是毋是问题佮较大？是。所以有做的人，有一寡少数的人发生问题，袂当讲因为安尼就讲啊，咱拢莫注射。你爱考虑讲，我注射了会互偌济人得到这个利益，互伊免得到这个病，互伊免去带伊，安尼有利益，这个利益比这个副作用搁较大。啊，我说我就爱这个政策，我就爱实施啊。是。哦，所以我想是大家免惊啦，但是尤其是你若讲真正足惊，啊无你就是等迄个叫做咱即摆有一个哪是迄个较早高端的疫苗，迄蛋白质的疫苗，迄副作用搁较少啦。啊，但是目前这个无一个蛋白质的疫苗会当互你注入囡仔嘛，伊无做这临床的实验嘛。哦。所以你若要等，你可能目前是等袂到，今年可能嘛拢等袂到啦。是。哦，你可能要等到明年后年，可能看有迄阵的时阵无啦。是。啊，目前这个疫苗效果其实是莫德纳上好啦，讲实在是莫德纳上好。你爱想讲，啊，你到底是要注较好的疫苗，啊，可能副作用佮加较济一点点嘛。啊，是要注较无好的疫苗，啊，副作用较少一点点，你是要选对一项嘛？是。理论上，我若要注，我当然要注较好的、较有效果的疫苗啊。是。哦，啊，副作用其实嘛足少的啊，啊，我嘛是爱承担。政府无法度甲伊100%讲，你注了完全无问题，无可能来，就是因为安尼，政府才会设一个委员会来补偿一寡迄个注疫苗发生问题的人。哦，目前嘛有人因为注了发生问题，受到政府的保障嘛有啊。哦，有哪有啊？一定有风险。有啊，一定有这个风险伫啊！这个风险大家都爱接受啊。你无法度讲零风险的迄个疫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是。毋是讲台湾安尼尔，世界各国嘛是拢安尼咧做啊。是。无可能讲因为讲这风险爱零，我才会当来注这个疫苗，迄是无可能。你安尼找无这个疫苗啊？好。咱即马吼，轻症的人买居家照护吼，这个居家照护期间，你若是需要药啊，有这个 app 会甲药啊送到你的厝。不过偏向参加又个较少吼，这是一个挑战。咱来看报道。为好步19开放各县市较进轻症的民众，伫咧厝内居家隔离。花莲为顶礼拜，因为开始用时薪甲患者看病，嘛启动请药师分药的措施。花莲县有26间社区的药房加入这个计划，不过实际上愿意到分药的，敢若有2间，其他的大部分都是配药啊。整个药局的分布还是在我们的都会区，所以对于偏乡，比如说秀林、卓溪、万隆、富里这些地方，原本就没有社区药局的这个地方，在送药上确实是有一个困难点。不少药师表示，毋是无愿意配合，是大部分的药房拢干那一个药师尔，佮加上法规的规定，药啊都要药师亲身来分，无法度请物流公司来到配送。一定是全力配合啦。是。
考量就是怕人力而已啦，所以他没有强制性啊。因为上面也规定说一定要药师亲送嘛，那如果说今天换个角度，如果愿意我们的药助来送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已经开始到分药的药师，实际上分药的情形是真辛苦。有的药师早10点下班了后，高是替秀林乡5个居家隔离的患者送药过，等到厝都已经11点半。因为花莲地区目前我们知道有7个乡镇是没有社区药局设立的，所以在这7个地方的话，就属于比较原住民或者是偏乡的一个地区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依照就近乡镇我们的社区药局能够配合的协助的纳入我们这一次计划里面。药师嘛建议民众在疫情的期间，厝里会当准备一寡药啊，亲像退烧、止痛、流鼻水、止嗽、化痰等等的药啊。不过治疗相关的药啊，也是要由医生来开。嘛建议偏乡的所在，配送药啊去到患者的手头的时间，会当久长到48点钟。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昨有讲到这个居家照护，咱望你莫确诊啦。总是你若是确诊，伫居家照护期间有一个健康益友的 App， 你会当用这个 App 来线顶来看医生摕到这个药单，用这个 App 去查药局提供你的药单来摕药啊，可能会是亲友带领啦，还是讲药送到你的厝。另外，你若是唔知影倒位有药局，你会当去这个药师公会的网站面顶找一个药局的地图你有这个药单查这个地图，确认这个药局的资讯用电话甲因讨论，同款嘛是会使用亲友这个带领，也是讲因会甲药送到恁厝。咱来请教王理事即马这款的状况，敢拄则讲即马量能也是有够嘛？总是这个药师公会敢有咧讨论讲，未来若是真正确诊人数真正愈来愈侪代志若做袂完的时阵，安怎处理可能较好？阮当然希望讲愈来愈侪药师会使加入即个送药的一个团队嘛对。那目前呢，阮是看即摆的状况也是讲一天大概差不多，也是讲送药到厝内底即个数量也是超过200，甚至搁较济可能到差不多500-600。即个数量目前来看阮的药师的数量，送药的即个药师目前是拢无问题的啦那当然，阮嘛希望讲药师会使愈来愈侪的药师会使来斗相共加入即个团队安尼。是。咱看到即马有1800间的社区的药局来参加，总是伫偏乡实在是较少啦。咱敢会使讲，若是有摕到药单找到即个药局敢会使讲是亲友带领，即马是上实际的做法。是。毋过确实是有一寡民众伊无法度亲友带领，可能连伊的亲戚朋友拢嘛去互隔离啊。有可能对。毋过即种状况当然即马看起来是无介济啦毋过未来即个状况可能愈来愈济。是。即马全台湾大概1800间的社区药局毋过药师会使斗相共送药的药师即马是超过2000位以上啊。对，所以药师的数量目前看起来是无问题。对。是。好，咱看到这个居家照护期间嘛有医生建议讲，你厝内药爱传好势，主要要传即几种啊，就是讲退烧的药啦，另外就是止流鼻的药止嗽化痰的药另外就是胃药啦，也是讲量体温、量这个费用的这个加湿，另外就是维生素咱请教王理事，伫这建议内底敢有需要搁补充这算是足完整的一个内容啊有的民众可能会感觉讲我到底是爱准备偌济药啊我会建议讲大家先看卖家己厝内底药橱目前有啥物物件像有的人其实厝内底正前要煮迄疫苗的时阵，其实伊就已经有退烧止痛的药安尼你就免特别去买即种物件。那也是讲呢，你本身厝内底嘛有流鼻水的药
安尼其实嘛就会使啊，吼，就免搁特别出来买安尼。啊，基本上 Omicron 伊本身伊一个表现是较轻症，吼。啊，遮个药啊，吼，就是讲万一吼，我还未传好遮个药啊，我就去互人关伫咧厝内底啊，吼。其实你嘛免伤烦恼，啊是伫咧厝内底你无药啊，啊毋过有无爽快的镜头发现的时阵吼，你嘛会使用手机啊，吼来甲医生吼看病，吼，阮讲视讯诊疗，吼，会使得到遮个医疗资源。是，好，林医师。咱讲这个节目面顶捌讲吼，人得到病毒了后，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开始反应嘛，就会产生一寡镜头吼。咱讲到这个药啊，通常是咧压这个镜头啊。咱遮准备这药啊，其实毋是这个武汉肺炎的特效药吼。啊，食这药啊，敢有效，还是暂时会当食一个？着武汉肺炎吼。讲实在是无啥药啊通医啊，但是嘛毋是完全无。你是讲咱即摆有一寡药啊，会当预防轻症变做重症的假药啊嘛。是。哦，啊嘛有注射药嘛有，所以对抗病毒的药其实是无济啦。但是你若得到病毒的感染，普通咱的治疗方式就是镜头的治疗。是。就是讲啊，你无爽啊，我来烧，做无爽快，我甲你退烧咧。啊，我倒会咧疼，我甲你小可止一下疼。啊，流鼻水小甲你止一下流鼻水，镜头的治疗。毋是讲直接要甲病毒杀死，但是镜头的治疗嘛是一种治疗啦吼，互你会当好好较轻松过日子，你较袂遐无爽快，食会落困会好势，这嘛是一种真好的治疗啊。是。啊，但是根本的治疗，讲要直接杀病毒是足少的。其实咱会当杀病毒的药啊吼，有无几种啦。是。譬如讲有一寡出水珠的药啊，咱有药通医哦，毋是讲完全病毒有诶是会当杀嘛，毋是讲完全拢无。哦，譬如讲水珠，吼，皮蛇的药啊，这有啊，有即个病毒的药啊，吼，流行感冒嘛有克流感会当用啊，吼，会当直接咧杀病毒的，有哪药，但足少的，一般的感冒较少。是。啊，我是想讲安尼啦，这是虽然是无讲一定会当杀病毒，但是你若会当，互你较爽快，会让你困的去，食的落去，你其实你嘛是咧身躯嘛较恢复会较好势啊。是，所以毋是讲无法度杀病毒就毋免食药啊，嘛毋是安尼讲啦吼。那啊，佫讲有当时伊是武汉肺炎，伊虽然是用关伫厝内，伊毋是一定是得着武汉肺炎的问题啊，伊是其他的问题要就医啊。哦，迄个伊就无法度讲靠这啊啦。是。譬如讲，伊拄仔互关伫厝内面，伊对咧发炎，骹咧受伤，一个伤骹咧发炎，吼，还是讲伊连导性发炎可能需要抗生素，吼，还是讲伊佫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去其他的治疗的，血骨扫啦，还是讲伊已经发生什么对咧发炎咧感染，迄嘛是爱治疗，迄个另外药，迄有当时无法度准备的，迄阵就爱含医生去通电话啦，还是讲咱即摆是时辰的治疗，看诊方式，啊来甲看问题，什么问题，啊甲开即个药啊出去。是，哦，这嘛是真重要，因为伊毋是讲一定是甲武汉肺炎的问题俩，伊佫有其他的问题，啊是讲普通是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货，伊需要其他的药啊，甚至伊讲佫有其他的问题出来迄阵，你得爱甲佫诊断啊，这就是爱靠这政府这电脑的迄个物件爱用好势。是，像我即阵吼毋好伤严格，因为我感觉做政府吼嘛是佫足严的，爱先申请讲你是毋是会当。通过这个通讯医疗的资格，吼，啊，得爱搁安怎，爱搁申请什么电子的什么证，才会当甲挂号。哎呦，这个什么时代搁咧做这个代志？哦，应该是讲伊普通是伫你遐看病，你就直接甲挂号。咱这健保卡，你若讲无健保卡，你嘛当去挂号啦。是。即摆有一个叫做异常挂，就是讲异常的挂号方式，直接用迄个方式去挂号得啊。伫即个时代，毋通搁咧用一寡迄个什么，爱搁什么手续啦，爱搁什么申请，啊，卡来卡去，卡到我无一个诊所想要申请啊，都有哦。是。哦。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咱即马要渐渐要来过正常的生活，咱来看外国的经验吼。主要新加坡甲南韩吼，这两个国家拢是防疫措施甲放零吼，解除社交距离啊，甲伊的限制。不过咱看到。放零了后，伊的确诊会真悬哦。新加坡过一日上悬是18000啦，
南韩哦，这个数字足惊人的，这是上悬是40万人。啊，因最新诶过一日，新加坡是要3000人，啊，南韩是要12万吼。因会当开放，事实上有一个条件啦。咱来看因的疫苗的注射率吼，新加坡全国注射率是差不多95%，啊，交层3档的是87%。南韩呢是总人口的87%左右，啊，完整3档是86%哦。啊，因两个国家的政策吼，拢是要甲病毒来共存，甲这个奥密克戎当作是感冒共款吼，拢是咧要过正常的生活。不过有一个完全无共款的国家，就是咱这个中国吼，因讲4月20号要完成这个社会面的清零吼。啊，封锁的区域吼，逐工拢在裁减嘛。不过因随便安尼做，过一日确诊是66000人，最新即马游玩是32000人吼。啊，因的这个注射率有较低，完整3档交层的是差不多50成左右啦。啊，因的政策坚持要清零吼。游玩是即马逐工在做台阶，咱来请教李院长吼。中国即款的做法吼，袂输咱18当前面对 SARS 迄款的方式在防疫，总是咱看到用足激烈的手路来做，甲放任敢若无啥侦查吼，用种激烈的手路嘛袂互真正清零吼。咱安怎来看即款的这个侦查咧？这个是。讲较惨的，就是讲用政治的手段来咧做学术的物件。是，其实这个病毒虽然是无毋对啦吼，已经渐渐咧无毒性啊，所以新加坡甲南韩才会采取这个手段，就是讲民生甲经济可能伫目前比这个疫情更加重要。哦，疫情可能渐渐会散去，怎啊袂去，所以因这样开放是应该。毋过中国目前还阁是真严重的时阵，是但是严重无毋对，伊的毒性嘛较少要搁多发一句讲清零，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是，短期内底吼，4-5个月内底讲要社区拢总完全无人会去互感染，这是无可能，绝对会的啦。当然未来可能有当时半冬了，就全拢无啊。迄清零我就相信有可能有啦。所以。目前要讲清零是袂用当安尼做啦。时间来讲，你若对有镜头较重症的，中重症这种患者，爱紧甲处理好势，紧甲治疗好势，这较重要。无你即马像前几礼拜拢是甲封掉咧，封甲大家无物件通食，都咧叫来叫去，叫到咧用要去批面啊迄种情形。那安尼你搁较好的政府，人嘛是会甲你怨叹。是即摆看到讲，其他国家开始咧放我嘛是准备要来放准备要来放搁发一句我要清零，这个根本无可能做会到物件，除非我拢卖检查嘛，我拢卖检查就清零所以真有可能伊较尾会来插出一步，我拢卖个检查，当然我拢清零是，咱来请教林医师吼，台湾的政策吼，会使讲甲这两种拢无啥共款啊，咱是宽在放零吼，咱讲到迄个确诊人数的曲线吼，看起来未来可能2-3个月会一直咧升悬最后大概需要偌济时间，咱会当真正到这个正常的生活，林医师安怎看？较早有一个记者咧甲我访问讲，你看大概什么时阵会上悬哦？我甲讲大概5月啦，但是是毋是安尼？我嘛在用药的尔啦。是。这个代志就是咱有两个极端啦一个就是讲，咱拢莫插伊，完全会发生什么问题？一种咱上严格，大家人咱隔离，有病就该隔开，你拢袂使甲出门，安尼你要行伫对的路，所以咱是咧行中的路啦。咱普通大部分的国家拢咧行中的路。一方面，咱住医用车，大家较济住的，你搁得病也较袂遐严重。是。一方面，咱嘛咧做即个抗疫隔离的工作，尽量互即个发生感染的人慢慢啊增加，毋是讲拖，毋是讲一下就变甲足厉害去。是。安尼咱医疗容量较会当保守会掉。
哦，所以咱普通是拢咧行这条路啦，啊，台湾嘛是咧行这个中这条路。啊，我是感觉，我讲咱来讲一个，好啦，咱即摆来讲啊，互咱来公道，看你要想要行对条路，是要加讲开放像迄个即个欧洲、英国安尼，还是想要像中国安尼？你想偌一人会安尼想，安怎想？还是讲要像台湾安尼？有个人可能是台湾啦，还是讲欧洲即个方式去行，绝对袂去行中国即条路啦。中国即条路，我讲实，我甘愿哦，着白我嘛毋甘愿讲用安尼甲咧封锁伫咧厝内面，无饭通食安尼，互安尼拍来拍去，我甘愿安尼啊。所以我想是台湾的政府咧，咱即点个是咧单讲疫苗是毋是做较悬的？那做较悬的了吼，我想嘛是爱开放啊！你袂使讲完全讲封锁甲遐严重，民生经济嘛爱考虑在内。一个政府无可能讲干那咧想防疫，拢无咧想民生经济，无可能的代志啦。是。你若讲无咧想民生经济，干那咧想防疫，有一天吼，因为民生经济问题引起的，比这个防疫的问题引起佫较济。是。所以。我咧想是讲，来甲小热会当讲开放像迄个欧洲、英国安尼做吼，我想是应该大家应该会当真认同啦。啊，但是吼，咱台湾讲实在，咱自然感染的人吼，也毋是讲足悬啦吼。是。啊，咱拢爱靠即个疫苗引起的即个免疫力来抵抗即个奥密克戎嘛。啊，所以只要是讲即个疫苗，看会当做较济无。啊，你若要靠防疫力。靠这个调白了产生这个免疫力来开放吼，啊，你得要搁等较久啊。是。因为咱台湾目前，你看一天几千个，你讲人口偌济人会，搁偌济，咱2300万人诶，2300万人，大家拢要调，我爱搁偌久？要搁调到了偌久？莫大家拢调啦。无可能诶代志，咱估计是讲咱会超过300万人，超过300-400万人会调啦。咱估计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安尼是正确正白？我咧感觉啦，虽然即摆是一天讲几千个来讲吼，其实应该毋大，可能几啊倍啊啦。哦。所以足侪人，咱是无去验尔，咱若讲验起，可能足侪人有哪是有对着，只是无镜头轻症。啊，伫我的感觉来讲，我是希望讲，啊，我来疫苗做的，啊，其他交互上天啊啦，我尽量做啊嘛。啊，我都安尼做啊，无要搁安怎？无法度啊。啊，你病毒也无法度甲清零，吼。啊，你。伫社会上咧行得一定会断会着，特别阮这医生吼，我讲实在，我对面迄个来互我看病咧，是毋是有着病，我嘛毋知影。无验我哪会知？是。啊嘛是安尼，我就尽量，我就医用社资料。一般来讲，你若医用社资料，我搁接触到即个着病人，我讲实我嘛惊嘛无法度啊啦，啊，就应该安尼做，就安尼做啊。我就甲当作讲，那是我得过出水资料，我搁定了一个出水资料，我嘛毋惊，共款意思共款啦。是。啊，当然即个。无共款来说，就是讲，即个病毒会变，但是短期内面伊袂变甲伤大啦。哦，只要若讲即个无讲变甲伤大的程度来讲，我还阁有免疫力阁低的。是。哦，是毋是讲几年了，伊会变甲一个新的种出来？有可能，但是迄阵较阁讲啊。哦。啊，就是受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就是变来变去，所以咱逐年咧治流行感冒。但是虽然是流行感冒，逐年咧流行，咱嘛无讲遐严格讲，逐项代志拢免做停课。你看，我学校即摆已经400-500间咧停课啊。是。含我边仔厝，我感觉最近哪会遐安静？原来是学校吼，拢停课啊。因为我住伫学校边仔，校的囡仔不拢有读册有就我声音出来啊，即摆拢停课去啊，因为拢内面拢有感染着。是。无可能啦，即摆若搁安尼落吼，全台湾可能拢免做代志啊，拢干咧看疫情就好啊。哦，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有人在讲吼，敢着爱注第4档的疫苗吼。根据美国的研究讲，第3档的疫苗注2个月到4个月了后，伊个重症率啊，甲这个住院的比率会渐渐个升悬啊，就是讲伊的保护力会降低吼。咱来请教李院长吼，随望伫讲这个第4档疫苗，我感觉小可有矛盾甲矛盾的所在，就是讲上重要的实际上是咱的老大人的第3档、第2档、第3档爱甲注好满吼。对这个第4档的疫苗吼，你感觉敢有足紧急的，还是讲应该爱赶紧来做？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疫苗敢真正有效？哦，这先问较清楚来讲，
疫苗确实有效无？是。咱讲的疫苗是上好是住落去就袂去感染嘛。是。但是即马看所有疫苗到目前为止，对一支讲我做了就袂感染，无啊。哦。所以这就问号讲，你敢有需要做？第二，这病毒已经慢慢咧无毒性啊。你搁做这个是要创啥？是要用什么代志？哦，所以我想咱的遐专家拢会考虑到这代志，讲安尼搁落去，敢需要真正搁做第4档、第5档？哦，这照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代志讲敢有需要？所以咱来该想较清楚者。是，多谢现场3位来宾，咱台湾新眼界，明仔载再会。